你好啊，手机尾号多少啊？喂，又是我师傅。不是啊，你跟踪我啊？今天这份攻略无敌，先去宝华路那边有家吃鸡很出名的，上次都跟你说了文记啦。什么文记啊？我要去恒德基。不是啊，靓仔，你知不知道？对了，师傅，那里的小炒比较有锅气啊，随便找一家大排档都有锅气啦。我昨天跑了5、6家了，一看就知道不行，不可能的哦，你怎么判断的？黄金底都没有。师傅啊，前面停一下，我请你喝奶茶。不喝了，气都气饱啊！秋天第一杯奶茶哦。广州有嗨秋天啊。好像也是哦，那带我去买点你们广东比较出名的酒吧。哦，紅例牌紅米酒。不對，九江孖蒸不夠出名，那一定是玉冰燒啦。師傅，你絕對不是本地人。喂，這3個出晒名的哦。你有沒看珠江台啊？喂，你等等，肯定是紅毛藥酒啊！你老母，你再說一次。